再硬还能硬得过宇文邕吗？现在宇文邕把他锁在房里，想逃也逃不了。一个弱女子，哼，我看她能坚持多久。婉儿，你就这么着急嫁进大司空府？师父，你笑话婉儿？那就是不着急了。师父。好了，师父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了。多谢师父。用不着谢我。这件事情还不用为师出面，大冢宰府就会有所动静了。大冢宰会有所动静？不是，不是大冢宰，是大冢宰夫人先动。这个祸害，竟然把人害到了这个地步。若不让他死了心，这辈子都不可能得到安宁。夫人，大冢宰来看你来了。哦，进来。夫君，夫人，病可好些了？好多了，多谢夫君惦记。也难怪你心痛，你就这么一个侄女。妾身心疼夫君。青所不懂事，夫君白白将她安置进大司空府。没有，在寡人看来，青所倒是争气得很。夫君的意思是，一个弱女子上了一次断头台，能活下来已属不易，想必她此时惊吓交集，境况还不如失忆之时。你就不想去探望她吗？妾身自然想去。来人，备车辇。是。参见嫂夫人，青所危恙在身，不能前来迎接嫂夫人，请恕罪。我侄女就是多灾多难，可请太医看过。太医说是受了惊吓，青所原本是有这病根的，不过嫂夫人来了，替青所宽宽心，自是比太医的药方管用。嫂夫人请。好。好好吃。慢点吃，没人跟你抢。这点心真好吃。这孩子，吃东西慢慢吃，不要着急。还想吃什么点心的话，给姑母捎信便是。捎信？姑母，我可是被关在这个屋子里，哪也不能去。我怎么捎信给姑母？小声点儿，傻孩子。要不是四弟苦苦求情，你哪能在断头台上安然无恙地回到大司空府？你真是不小心，居然会被小人陷害。这次可真是吓死姑母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姑母，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可姑父也真是的，他偏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个无尘道士。我真是百口莫辩。我也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姑母了。乖孩子，委屈你了。你姑父做事一向决绝，他肯在断头台上留下你，必定事出有因。
是因为那个梦。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找到一颗珠子四处乱飞。你记得是在哪儿吗？还有，身边可有其他人？姑母，你也想要这颗珠子啊？哪里，是你姑父。姑母也是想办法救你。如果找不到那个镇魂珠的话，再说，四弟为了你的安全不放你出去，只怕你这辈子要被四弟关在这里了。不，我可不要，我可不想被关在这里一辈子。那后来呢？你找到镇魂珠了吗？其实我也不确定那就是镇魂珠。后来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严婉，姑父就把我放出来了。姑母，你说这梦是不是奇怪得很？是有些奇怪。你当真就想不起别的来了吗？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青锁，你就别想太多了，还是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养养身体。近日，你姑父应该不会把心思放在你身上，那些齐国人够他烦一阵子的。齐国人？是啊，有探子在长安城东郊外的树林里发现有人进出，好像是齐国人。不知道是不是周齐又要交战了。就算周齐交战，也应该在周齐边境才对。那齐国人为什么会在长安城东郊呢？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你姑父说，好像那些人在等什么人来接头，又或者是长安城加强了防范，一时到不了城里来，所以在城外游荡，寻找机会。那姑父可有派人去围剿？你姑父在与属下商议计策呢，准备将他们一网成擒。据我所知，今明两日或可没有行动。我想后日指定会派兵前往。青锁啊，你还是好好待在大司空府里吧，姑母改日再来看你。青锁恭送姑母。看来殿下是要来接我了。那上次他不赴约，就不是真心的。殿下马上就要来接我了。不好，这长安城防守这么严密，宇文护还要围剿东郊树林。我要想办法出去告诉殿下，告诉殿下这有危险。我不知道主上怕狗，要知道，陛下死都不会帮夫人去买小狗，死都不会把小狗带到府里来的，死都不会把狗交给夫人，死都不会还买那么多只，死都不会。哎呀，碧香啊，你都死了快1个时辰了。我后悔吗？都怪你！怪我？你凭什么？你凭什么不告诉我主上怕狗？你不告诉我怕狗，我怎么知道主上怕狗？我要是知道主上怕狗，还会把狗带到府里来吗？狗太大了，太大了，那么多只。你平常像苍蝇一样嗡嗡嗡的在我耳边也就算了，那些话我都倒背如流了。你凭什么不告诉我主上怕狗？碧香，你还能说得再大声点吗？你怕全城的人都不知道吗？那你告诉我总可以吧？都是你的错，才害我犯错。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这，人家以为我欺负你呢。就是你在欺负我啊！反正今天不给我个交代，我就不回去。我现在一看到主上的卧房，我就想起那些小狗。
看花。谁不知道那是花啊？喏，本来预备晚上吃的，现在归你了。什么？不是，你说怎么着？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行吗？真的？真的。那我要听你唱歌。啊？我唱，我就会唱一首歌。好，开始唱了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哎，你说，姑母这会儿已经回到大冢宰府了吧？想什么呢？1个多时辰，出城都绰绰有余了。我只是关心而已嘛。今天我看到姑母那么憔悴，一定是为我担忧过度。不如明天你陪我回大冢宰府探望姑母啊，略尽孝心。想出去？我哪有？你把这个屋里弄得这么严，我飞也飞不出去啊！真看不出来，你跟嫂夫人还真是姑侄情深呢。是啊，哪像大司空你啊，这般薄情寡义之人，竟然也能看出别人的感情有多深。像你这种木头脑子，才不解风情吧？我可不敢跟大司空比。大司空的府里面这么多美艳的女子，风情万种，还有一个投怀送抱的颜婉。唉，想想你也挺可怜的，被困在大司空府，哪里都不能去。也不知道你的心上人身边又有多少投怀送抱、风情万种的呢？你，天晚了，我先睡了。天确实晚了。你做什么？睡觉啊，天色这么晚了。你去别地儿睡，或者你去其他房间睡吗？哎，笑话，这是我的床。那我可以去别的房间睡，我不挑剔的，任何一个房间都可以。想去你去啊。你锁着门呢，我怎么去啊？狡猾，想开门出去，想逃跑，想去见你的心上人。我哪有？我只是不想跟你待在一个屋子里。你可以把我锁在别的屋子里吗？不行，万一你逃跑怎么办？我说你才是木头脑袋呢。我一个弱女子，你把我锁在屋子里，我往哪儿跑啊？信不过你。哼，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哎，好了，别生气了，床这么大，我们一起睡吧。你干嘛？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想站你就站着吧。来，你说万一我要是天天想在这里睡，那你岂不是要站上一辈子？难道你就不想让我出去找镇魂珠吗？袁清锁，
不管你有没有想起从前，你现在都只是我的囚犯，跟镇魂珠无关。给我下来！哎，要站你站着吧，本司空要睡觉了。你。 参见主上。你脸怎么了？我奴婢今早去烧水的时候，不小心差点点燃了。以后小心些。嗯。我不在府内，这钥匙交给你保管了。记住，还是一步不许踏出房门。是，奴婢一定看好夫人。 夫人，该洗漱了。夫人，您可别动逃跑的心思。陛下这脑袋本来就架得不稳，要是夫人逃走了，主上非杀了奴婢不可。这宇文邕呢？主上一早就上朝去了，这钥匙就在奴婢手里。 夫人，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哎，你的脸怎么了？还说呢，奴婢一早到厨房烧水，不晓得哪个将柴火乱放，陛下一不小心险些将厨房引燃，吓得奴婢一阵乱扑，好不容易才把火势都给熄灭了。夫人，这屋里的火烛你可千万要小心。 哎，陛下，我想吃桂花砂糖糕了。啊，这么早就想吃桂花砂糖糕了？恐怕厨房还没做呢。那你先去看看呀。哎，顺便把你这脸给洗了啊。哎呀，你有钥匙，我被关在里面，我哪能跑得了啊？夫人，去吧，啊，去吧，去吧啊。去。 做饭的吧？救命啊！来人呐！着火了！着火了！怎么办？真的着火了！救命啊！着火了！喂，有没有人啊？可主上说不准放夫人出来，没有主上允许，夫人不可以随意踏出卧室。 夫人，快救我！快拿水啊！快把水给我！快点！快点！把水给我！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失火了？夫人呢？夫人刚才还在这儿呢。夫人，夫人！嘘，乖乖的，别出声。我带你去找殿下。这。
只说是在东郊树林，可是东郊这么大，我该到哪里去找殿下呢？青锁姑娘，别来无恙啊！殿下，母亲来了。是。是你，你是兰陵王的属下，我见过你。青锁姑娘真是好眼力，末将奉殿下之命在这里等候姑娘。那兰陵王呢？我就知道他会来接我的。殿下不会来接你。怎么？殿下是有军情要事，还是他不在这里？那我们走，赶紧去找他。怎么，姑娘就这么急于见到殿下？可殿下只是命令末将在此等候姑娘，并没有命令末将带姑娘走。不可能啊！殿下答应过我的，只要我帮他救出俘虏，他就会带我离开这里。两国交锋，鱼龙混杂，姑娘怎么就知道当初殿下答应的就一定会兑现呢？不会的，殿下一定不会食言的。哎，你看，这个是殿下给我的信物，他说过，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他一定会来找我的。那殿下救了兄弟之后，可曾回来接过姑娘？也许他有要事在身。啊不，兴许是那宇文护来势汹汹，痛下杀手，所以他要先护送被救的兄弟离开。他不是让你到这里来见我了吗？兰陵王就是兰陵王，天下的女人哪个能逃得出他的一颦一笑、片言之语呢？你说什么？青锁姑娘，末将索性就告诉姑娘，当初答应带姑娘离开，只是殿下的计策。如果没有姑娘相助，我等又怎么能如此顺利地救走我们的兄弟呢？我不信，你带我去找殿下，我要跟他说明白。不必了，殿下说了，见到姑娘只要把戒指带回去。至于姑娘，不必再见。不会的，不，这不可能啊！其实这种戒指在殿下府也不在少数，殿下无非是不想留下任何痕迹而已。末将来的时候，殿下吩咐了，如果姑娘执意不肯归还，那就把戒指送给姑娘。给。怎么，姑娘不想留下做个念想了吗？诬陷人的信物，绝情人的诺言，我袁青锁宁愿不要。好吧，姑娘慢走。做得好。夫人为何命在下对青锁姑娘说这些话呢？要是殿下知道了，长公不会知道。长公还在昏迷不醒。要不是袁青锁纠缠，洛云怎么会被突厥兵捉去？长公又怎么会受了那么重的伤？我一定让袁青锁对长公死心。你先下去吧。是，夫人。主上，是府里的马。看来东城门的守卫没有看错，分散找。是。这个袁青锁又给我惹麻烦。
上有尸体。上，这。奇怪，快找！是，一定要把元清锁给我找到。主上，那是尸体，立即交给大冢宰府。是。元清锁。冷冷落在心里，梦中的身影冻结回忆，默默的守候只为你，盛开在雪崖的花，温热今生的牵挂。天大地大，竟然真的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却错过你年华，彼岸花的泪在心上不断强打，错过的我们要白了发，可惜复活的飞蛾，狂恋着火花，梦一场，爱恨秒成沙。初见时的模样，彼岸花的泪是我在尽头等待。或许此刻，我只是需要一个依靠的怀抱而已。不管这个人是谁，也不管今后会怎么样。这一世让思念。夫人，你醒了。陛下，这是哪里啊？回夫人，这是主上的新卧房。哦，辛苦你了。奴婢刚过来伺候，说不上辛苦，倒是主上在这儿守了一夜，刚刚离开，他才辛苦呢。是吗？是啊，要不是府上太乱，楚总管请主上去定夺那些被烧的藏品，主上恐怕还在这儿守着你呢。夫人饿了吧？我这就去厨房传膳。夫人想吃点什么？哦，对了，夫人最喜欢吃桂花砂糖糕了，我去准备一些吧。啊，不必了。夫人，身子可是自己的，您都折腾了一天一夜了，再不吃点东西，会饿坏了自己身体的。嗯，你说的也对。终于睡醒了啊！看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主上。是。昨天到今天，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要先喝碗粥垫垫肚子。也许我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一碗温暖的粥。戒指已经还给了他，那个人我将彻彻底底的忘记。这个四弟是越来越聪明了。婉儿不懂了，大司空为什么要把那个齐国人的尸体交给大冢宰府？还有，那个齐国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东郊，只身一人？他是来做什么的？四弟不过是为了撇清关系，证明他只是偶遇，跟那齐国人并无任何瓜葛。至于那齐国人为何此时出现在长安城外，还真要着实的查探一番。大冢宰怀疑城内有与齐国人接头的细作，袁清所前脚逃走，接着城东郊就出现了齐国人，难不成
这个细作就是元清所。想知道吗？婉儿不敢，我只是替大冢仔着想。3天了，元清所闹了一场，回到了大司空府。有人说，这3天元清所和宇文邕如胶似漆，从没踏出大司空府半步。什么？大冢仔恕罪，婉儿急躁了。放心吧，你的心思，寡人知道。这样吧，你就替我跑一趟大司空府，就说寡人邀请他们俩来家宴。是，多谢大冢仔。啊，多好的太阳！这么多天没见太阳了。你可以天天看到太阳。当心！你才当心呢！你是特别喜欢跌倒吗？如果你那么容易跌倒，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离开我才好。你扶我起来。哎，我问你，上次我去杂物间找寻宝贝的时候，你在哪里？杂物间找宝贝？杂物间哪有什么宝贝？据我所知，杂物间都是些破桌烂椅、不配套的碗碟，哪有什么宝贝啊？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大司空，人都说大司空与青锁妹妹如胶似漆，夫唱妇随。今日一见，果真如此。夫君，这石上滑得很，你扶我下来吧。婉儿，你怎么来了？大司空是怕婉儿打扰了大司空和青锁妹妹的2人世界吗？怎么会呢？大司空与我每天都是2人世界，也不怕这一时半会儿的。妹妹放心，我不会打扰许久的。我只是奉大冢仔之命来邀请大司空和青锁妹妹明天去大冢仔府出席家宴。大司空好像还答应大冢仔要送他一幅字画。哦，记起来了。那我现在赶紧去准备一下。青锁，夫君放心去准备吧。我与婉儿姐姐几日不见，还有许多话要说呢。妹妹若是不怕我打扰了你们的2人世界，姐姐确实有些话想跟你说。大司空，你不介意吧？自然是不介意。你们聊。妹妹看起来脸色红润，身体康健，可不像是遭遇了火灾呀。唉，有夫君这样细心的照顾我，就算是小小走水也算不了什么。哎呦，姐姐倒是脸色蜡黄，身形疲惫。怎么？姐姐已经达到了目的，找到了宝贝，还救下了我。大冢仔没给姐姐赏赐吗？大冢仔是否赏赐我，与你无关。倒是你，是在炫耀大司空对你好是吗？我与大司空好与不好，这是家事，恐怕轮不到姐姐来过问吧。你别高兴得太早，大司空只不过是在利用你罢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离间之言吗？信不信由你。妹妹可曾听说，在你出走那一日，大司空在长安城东郊发现了一具齐国人的尸体。齐国人的尸体？对，据勘察尸体的人说，那具尸体好像还是个军队里的人，打过不少的仗。大司空没跟妹妹说吗？那具尸体在哪里？在大冢仔那儿。大司空就是聪明，知道跟着妹妹就会有收获。你瞎说！妹妹忘了吗？大司空一直都把妹妹当作诱饵的，他对你好，不过是想让你引出隐藏在你背后的那些敌人，然后一一除掉。那么大的大司空府，那么多的侍卫，仅凭妹妹一把火，就能逃得出去吗？
看来妹妹真的是中了大司空的计了。你怎么来了？不然呢？大司空以为我应该去哪儿？我以为你会趁机跑了呢。若是我跑了，你又怎么会放长线钓大鱼，将我身后的细作一一收网呢？你在说什么？大司空，你的戏真是演得炉火纯青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还要准备给大冢仔的礼物，你就别添乱了。你自然是忙，忙着给你的诱饵制造假象，忙着去讨好大冢仔呢。袁清锁，你吃错什么药了？对，我就是吃了你大司空给我的迷魂药。你到底要说什么？我自始至终都只是你的诱饵，要不是我这个诱饵，你又怎么能找得到那些齐国的细作，然后把他们交给大冢仔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被我说中了吧？大司空为了留住我这个诱饵，让我乖乖的待在府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三番两次的救我，替我解围，看起来温柔善解人意。哼，难道你不累吗？我是说过你是诱饵，可是怎么了？你不解释，是因为被我说中了，你心虚。反正我是知道的，大司空生性风流，惯用这样的手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只可惜我袁清锁不吃这一套。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给我出去！怎么，恼羞成怒了？我有什么可恼羞成怒的？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就省得我费力气了。大司空请放心，我自会待在你大司空府里，陪你演完这出戏。会演就好，到了大冢仔府，给本司空好好演。这玉。跟紧我！参见大司空，青锁姑娘。主上已在后花园备酒宴，银包在此恭候多时。有劳银侍卫了。哪里？大司空请，青锁姑娘请。进。兄长，参见姑父。嫂夫人。来，坐。好。夜晚果然是名门之后，大家闺秀。就这一曲琴曲，足令大冢宰府绕梁3日，余音不绝。大
大冢仔过奖了，坐下吧。大司空跟妹妹是什么时候来的？婉儿倾心弹奏，竟然没有察觉，实在是失礼了。刚刚才到，夜晚的琴艺果然高超。你看，天空中的鸟儿都停留下来倾听呢。大司空对婉儿的夸奖，婉儿实不敢当。我知道大司空的琴技以真化境，不知道比我高出多少。只可惜妹妹现在忘记了过去，身无长技，大司空也只能孤琴难鸣罢了。怎么，夫君，你会弹琴啊？秦所，再这么说下去会被人笑话的。四弟可是大周朝的第一琴手啊！嫂夫人过奖了，小弟只不过是贪恋声色，不务正业罢了。唉，诗经上曾说夫妻好合如鼓琴瑟，婉儿以为妹妹跟大司空弹琴跳舞，日日笙歌，没想到妹妹连大司空的琴声都没听过啊！夫君，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啊！怕我想起从前会感到伤感，竟然连琴都不碰了。不过今天这正好有琴，不如你就给我弹奏一曲吧，就为我弹奏一曲嘛。